金铃子是什么呀？金铃子是种虫，金色的翅，鸣声最是动听了。爹爹爹爹，我想现在就去抓一只金铃子来瞧瞧。官家，李国舅带着2位公子到了。快让他们给国舅上茶，给朕为常府理官。是。娘，朕会厚待李家，不管谁说什么，朕定会给李家至高的荣华。您要保佑慧柔，让她好起来，完全好起来。娘，嘴星来已经去陪您了，您保佑慧柔，让儿子看着她长大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嫁一个像朕一样宝贝她的夫家。官家到。舅舅，快请起。今日是朕想舅舅和弟弟们了，咱们小家的家宴不用讲朝堂礼仪的。臣先得把公事向陛下禀报了，才敢安心享受家宴啊。臣是贫苦出身，跟张仪太后在一起生活时，她供着臣认了些字，后来失散了，臣就做零活谋生，既不聪明，也没怎么读书，却仗着张仪太后的恩德，竟做到了这么大的官儿，管着这么多人，臣感念皇恩，更怕辜负皇恩啊！舅舅何出此言呢？舅舅这些年官声甚好，便算没立下大功，却无丝毫过错，哪里就辜负了朕呢？若朝中官员大半如舅舅这样谨慎自律，定会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了。臣在早年间见过姐姐一面。你见过他？他说了什么？可提起了我。他说：“我们本是最普通的人，同那耕农、商贩没有两样。谁知因缘巧合，竟成了天子娘家。官家仁厚孝顺，必会千般照应。我们却一点也帮不了官家，那么尽力不给官家添麻烦，便是最好了。臣本就平庸，如今已到花甲之年，又老又病，实在不堪重任。官家若是成全臣，就许了臣高老的札子吧。”都起来吧。都起来吧。
燕相公，自从那4只雏鸟破壳而出，一对燕子便整日奔忙。昨儿个暴雨，那雄燕被打得伤了翅膀，也不曾停歇。这世间生灵最亘古不变的，便是这父母子女之情了。少年失户和中年丧子，都是人世间最难承受之苦啊。八大王病重，官家特赐在宫内休养，为此辍朝冷食数日，为皇叔祈福，也是极重亲情了。八大王可好些啊？八大王狂病加重，连人都不认识了。关贾娘娘自取5000冥钱，在金鸡路设药棚、粥棚，为皇家祈福。小人来中书，正是带着官家的手诏，请各位相公论。叶某还有一事。烦请平复费心。来，伟儿，多吃点。好好讲。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一下让我想起了他驮着徽柔去摸蜜饯果子的事儿了。多亏了小公子，关家这连日的忧愁国事家，担心八大王的病，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。舅舅，你说全家早都受了皇恩，加官进爵，怎的就忘了伟儿呢？他才12，更比哥哥同龄的时候啊愚笨不少。他生母呢又是穷苦出身，字都不识得几个，偏偏在生他的时候啊家境又富贵了，实在是宠得不像样。舅舅这话朕就不爱听了。他与朕有着一半相同的血脉，怎的就愚笨了呢？朕瞧着他挺好，质朴厚道，没有那些官宦子弟的浮华气息。臣是觉得，都是臣与他娘没有教好。回去后啊，臣定会努力教导，不负官家期待。但是，万万不敢领受官衔，即便是西域县，他也还太小，承担不起呀。年纪是小了些，若是有了官职俸禄，他就懒了，便不好好读书。不过，没有官职，朕也要赏你。告诉朕，你想要什么？不必看你爹爹，这儿朕做主。真的可以吗？你先告诉朕你想要什么。我想求官家再让我见一次徽柔，她特别爱吃蜜饯。后来我在很多地方都找到了蜜饯，各种各样的，都很好吃，有的比宫里的还好吃。后来每一年的宫宴，我都藏许多蜜饯和点心带进来，想给她吃。但徽柔都是随着皇后娘娘一起入席，离得老远老远的，我不敢过去找她，怕爹爹打我。这是杏花蜜，樊楼掌柜的家传秘方，一年只有几小罐的，天没亮我就去等着，才买到。徽柔肯定喜欢，官家能赏赐我，再去后院把这些送给徽柔吗？官家恕罪，这混小子完全不懂宫规礼节。官家恕罪，不，请官家狠狠罚他，
狠狠罚他。哎，无妨，都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不行啊。但这个密室特别好，宫里真的没有的，它是樊楼家传的。朕说要赏你一件你想要的，你却说要把这个赏赐折换成给慧柔送一次蜜饯点心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慧柔特别喜欢呀，我记得呢。若说他逾越了皇家礼仪，不如说是这皇家的礼仪挡着了最纯挚的真性真情啊！朕的慧柔是国朝最尊贵的女孩子，仿佛什么都有，偏就少了这份普通人的真情真性。朕先替慧柔收下这些。她染了风寒，今日不能见外客，可是朕答应了你，今年宫宴定会让你和慧柔坐在一起。到时若有什么新的点心，你再亲手送给她。还不快谢谢官家！那几个一直看着师府的人，不是朝廷派来防他叛逃的吗？这怎么皇城司的抓他们了？听说是假的。走，快点！那石剑谋反是真是假的？没头没大人，凭什么抓我？走，叫什么叫？这就送你们去开封府。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看看你们，快点撕穿我皇城司官服！走。这几个人是无赖。快点！那石府里的先生，想必肯定不是反贼了。那他为何不去告官啊？不知道。走走走。石先生，来了，终于还是来了。给我一盏茶的功夫，待我梳洗妥当，换上官服，再同你走。儒家子弟，仪表不可辱没斯文。在下不敢劳动石先生出门，只是来禀告石先生，门外那几个冒充皇城司侍卫的无赖，在下给打发了。冒充皇城司，无赖！在下已命皇城司的侍卫拿了他们几个，送交开封府治罪了。此来只是告知先生，若还有人无故捣乱，骚扰先生，先生自可遣人来找在下。中贵人留步。我日日反思，只觉自己愚蠢偏激，不配为朝廷重臣。我已上了第17道闸子请罪，但是我绝无半丝不臣之心呐。我写庆历圣德颂，对官家圣德的赞颂，对诸位君子的仰慕，发自肺腑。时光若能回头，时节依然如此写，不改一字。但是，我对诸位君子只有仰慕，却连交情都没有，何来的结党一说？时节若是蠢笨，不配为官，那去了我的功名便是。若说我与诸位君子结成朋党，不利于国，我宁可受刑受死，也绝不受人恶毒的诬陷。
先生耿直率性，茂则一向佩服。其实是燕相伟在下来，跟先生说一句：纲及议者。先生满腹诗书，若此刻不能报效朝廷，却还能够传道授业解惑，千百年绵延，教化子孙。张茂则踏出面，难道是官家的意思？自从世界亲笔写蒙信的消息传出来，伏笔立刻自请出京。欧阳修这个硬着头皮自称君子有朋的炮仗筒子，也不敢冒着串联谋逆之嫌替世界出头。难道是对邢台好转？官家回神了？张先生，你是在前省当差吧？枢密院还是翰林书院？回先生的话，小人原本是翰林书院的，不过这后来调去了枢密院。为何到后省来？原本跟小人一起住的梁怀吉占调了后省，多日未曾回来，便让小的帮送些东西过去。张承照，承接着承，光照的照。夏书相推荐你去的枢密院。哎，是。天这么晚了，快回去吧。宫里的路很难走，你以为你熟悉，其实一不小心，走错了路，送了命，都有的。送你盏灯照路，看清楚些。不过，以后还是不要乱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。蓝条，贾婆婆那么相信她，不可能。娘娘，
董姑娘让我今天过来替她伺候娘娘梳头吃药。秋荷呢？刚刚官家差人过来，说是让顾思氏过去给梳头，但顾思氏这回染了疫病，虽好了，身子却大大受损，所以董姑娘去了福宁殿，让我过来伺候娘娘。官家召秋荷去福宁殿。是，董姑娘说让我来伺候娘娘。臣妾未告而来，请官家恕罪。皇后来了。臣妾是有件事得跟官家商量。你说。上书内省司事的顾采儿，这次不幸也染了病。虽说渐渐好了起来，但太医说此次他的身体受损极大，得减养数月才能康复。司事之职，怕是无法胜任了。所以臣妾想，典医胡月薇，今年21，性情温和，品貌端庄，7、8岁便入宫了，也熟悉宫规礼仪。在做典医之前呢，曾做过4年的典侍，善导引梳头发。不如明一早让他来福宁殿，伺候官家梳头更衣试试。若官家还喜欢，就升他为司事。官家意下如何呢？娘娘刚刚去福宁殿了，姑娘不是在福宁殿替官家梳头吗？没看见？小五来过了，来告诉娘娘，官家召我过去，娘娘就去了福宁殿。是，小五是来过，来过之后，娘娘就去福宁殿了。是我蠢，我只想着自己，我仗着娘娘重承诺，我自作聪明，简直该死。可巧了，方才朕刚刚招了董秋荷过来给朕梳头，疏通经络。朕倒是觉得，董秋荷梳头的手法比顾采儿更强了不少，人又机灵懂事。皇后说的胡月薇比她强吗？秋荷确实很机灵，不过就是年龄小了一些。这么小就升她为司事，就算她确实有领一司的能耐，旁人心中也会有不平。哦，皇后说的可都是真心话。皇后生怕董秋荷代替顾采儿升为司事，掌朕的告目金质，每日替朕梳头。还是皇后担心董秋荷的品性，觉得这姑娘小小年纪便有了魅惑君上之心。不，秋荷很好，聪慧懂事，端庄忠诚。哦，
他人既然这么好，本事也好，品性也好，又本就是典士，皇后却宁可调个典医过来，也不肯让他做私事，或者说，不愿他常在朕的身边。你不愿他常在朕的身边，是为了朕，还是为了他呢？皇后为何不回答朕？是不肯说真话，还是不愿说假话？罢了，欺君是死罪，朕不强迫你做，所以朕不再追问了。皇后既然觉得董秋禾年纪小不能胜任，朕便亲自指定一个年纪大的，朕又特别熟悉的，给朕梳头甚好的祥鸾阁宫女许兰条。此事不必在意。娘娘，放心，官家已经答应我，不生你做私事。只不过，官家已经有了疑心，一时半刻的，我不能让你出去。天威难测，我不敢冒险，让官家。甚至任都知、杨府都知，疑心你在宫中时与外边男子有私情。这是宫中天大的忌讳。娘娘，是秋禾自以为是，犯下大错。前世不可追，日后却只有一事定要做到：陪着娘娘，伺候好娘娘。这是圣旨，圣旨。今日官家召秋禾过去，其实是为了娘娘。娘娘连日的劳心劳力，官家都看在眼里。官家召了奴过去，细问娘娘的病情可有好转，现在用着什么药。官家说，娘娘的脾气得有一个细心的人常在身边，悉心照顾，巧语开解，所以就让奴调到坤宁殿去，从此专心陪着娘娘，以私事的品鉴，专管娘娘装服饮食。娘娘，官家是念着娘娘的。官家说，娘娘肯替官家守着公主皇子，不单是冒着染疾的风险，更是肯担天大的责任。如今皇子没了，最心碎的是苗娘子，但境遇最尴尬的是娘娘。官家说，皇子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得护着苗娘子，他得护着娘娘。护着娘娘，都是奴的错，是奴自作聪明又自以为是，让娘娘误会了官家。我若肯信他，又怎会误会他？他怪我不肯信他，但是他却不知
我自然不是不信他品性，我只是不信他爱我，所以怨他。我心中始终有怨，才有猜测防备。秋荷，是我自己狭隘计较，不关你事。师兄，你还够忍辱。我等为顾全所谓大局，个个明哲保身，谁也不曾替你申辩。本以为不过是罢黜出京，过个2、3年，日久真相自宁。谁知你旧疾复发，还未启程离京。弟犹记，兄作庆历圣德颂之豪迈，其实范仲淹复辟得人要之，夏怂贬出出京。兄写道：“惟仲淹毕，一魁一气，天时积雨，于其感乎？众贤之进，如毛似拔；大奸之去，如锯丝脱。而如今，范仲淹复辟，相继离京，夏怂倒回来了。”罢黜也罢，落罪也罢，丢了性命也罢，必定要为范兄、父兄鸣不平，更要为师兄鸣冤。到那时，弟再来与兄对列一杯。又是晚修的。是。一日一份，我看他要上到什么时候。欧阳修一日一份千言书，替范仲淹复辟不平，替十界鸣冤，且支持官家任人唯亲，提报无能的亲舅，中书应该如何处置？唉，官家压着未作御批，晏殊也不说话，一日日的搁置着，那便搁置着吧。官家本就欣赏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的才华。晏相公嘛，贾相也知道。看似不偏不倚，实则复辟是他的女婿啊。若搁置久了，有晏殊、韩琦在，官家为欧阳修说动，新政党卷土重来。欧阳修、范仲淹已经支持在下为奸了，对贾相嘛，也是颇多批评啊。哼，此人自称君子，却并不端方。御史钱明义曾对我说过，欧阳修青年时常饮酒侠妓，却不以为耻，作艳词供人传唱。有一事不归书面管辖，
朕要请假相出面查实啊。何事？1个月前，欧阳修外甥女因与夫人通奸，被夫家告至开封府收押审理。通奸是供认了，但是欧阳家又打点衙门差人想要撤诉。家门出此丑事，在国朝之上被弹劾，闺门不肃，修身不正也是常事。欧阳修定是怕此事传开了，于他颜面上难看，花钱去劝说生女夫家，也未可知啊。所以我才与假相说起此事啊。此案应该好好查一查，可千万别漏了1件2件欧阳家的丑行才好啊！东京、京畿各地皮属疫情已完全杀灭。臣欧阳修请官家赐对。去对欧阳修说，朕今日与宰之议事，让他先回去吧。此次疫情因早做勘察，防治及时，染病者远少于历年疫病流行时。臣半月前抱必死之心上奏书，字字锥心泣血，但只求陛下一顾。臣之奏书，若能得陛下当面驳斥，解心中之大惑，则臣当即伏诛，亦无憾。必死之心，伏诛。韩卿继续说吧。陛下，石介去世已近1月，臣悲怆之余，整理他生前文稿，再见《庆历圣德颂》之手稿，反复吟诵，于父于祖，父于大业，余恐失坠，实赖辅弼几句，实悲怆惶惑。陛下为保祖宗基业，着忠直之臣范仲淹复辟，信之，用之，所以重焉。唯于私谏，正于门臬，唯于京兆，几于禅说，贼叛于下，枉于世恶。于是复辟，侍从周岁，忠立尽节，契丹无益，不畏不赦。杀气万里，死生一劫啊！陛下，臣只想问，石介所写，可有异造？范父2人是功是罪？若有罪，何不明示其罪？若无罪，何以使其2人去职离京？今日欧阳修在外喧哗，搅得朕无法专心议事。改日再议。陛下可是改了当日开天章阁，新与仲淹执笔，让他写下打手诏10条时的心意，可是失了举着俊良、扫除妖拔的决断，是以忠良远走，赤子含冤，大奸复归，提拔平庸皇亲于要职。提拔平庸皇亲于要职，这是骂朕，骂朕的至亲平庸，骂这个昏庸。好，好，朕今日官家，
欧阳修一贯耿直冲动，新商十诫遭人诬陷，含冤惨死，难免偏激。臣求官家念在他平日心思单纯，一片忠心，从轻处置。传欧阳修，既然偏要变，真让你们在殿上辩个明白。欧阳学士这是在大殿上便要明着党同伐异。臣亲燕相公韩琦、范仲淹、复辟，误贾相公、夏书相，此非不可告人之事，自不必遮遮掩掩。不过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而已。欧阳学士自称君子，不为利益而争，那么为复辟范仲淹鸣不平，奔走豪呼，让他们重回朝堂之中，居于要位，这不是为了自己的同党争权力吗？权之一字，的确与利为一体。然则小人争权，乃是为己谋利；君子得权，则是为天下人谋利。臣愿范仲淹复辟掌权，恐奸邪之徒霸权，绝非贪利，乃是为国朝纲纪、百姓福祉而争。臣今日强求陛下辞对，绝非结党谋利。范仲淹、复辟、韩琦三人，乃是至交，然每一国事却多不相从。仲淹曾立言，契丹必犯河东，请急修备边；而复辟则立言，契丹必不来。再如尹洙，与仲淹私交最深，然亦水落成市。韩琦则视尹洙而非刘祜，仲淹则视刘祜而非尹洙。此三人者，乃汉时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，而小人却参为同党，可谓污也。臣请陛下亲君子而远奸人，召范仲淹、复辟回京，仍居要职，继续新政。请陛下彻查十诫冤情，严惩造谣之人，还十诫清白。陛下今日许臣挺辩，臣感激万分。越礼之处，自请陛下加倍惩罚。官家，臣有一疑惑：言必称君子者，私德若不修，又如何？君子自当修私德。臣得知欧阳学士从小养大的外甥女张氏与仆人通奸，上个月在开封府受审。夏书相，该女已承认其不守妇德之无耻行径，欧阳学士却暗中使钱为其疏通，使其减刑，又为其奔走，使夫家撤诉。夏书相
将女子名节之事拿到崇政殿上来议论，是否失礼？若该女子只是与仆人通奸，在此议论确为不妥。然而，昨日开封府重审张氏，他亲口供认，自少女未嫁之时，便与欧阳学士有情，且有不伦之事，因此嫁后才与夫君不协。而欧阳学士曾怂恿他将先父母之地产归于欧阳学士名下，这够不够得上再次公议呢？陛下，臣之生女，自7岁丧父，随臣妹归于臣家，是臣一手抚养长大，臣视她犹如亲生孩子一般。她婚后与夫家不和，臣骂过，劝过，亦想方设法调和过。臣替他忧心，没有找到好办法。及至上月，臣方得知他竟不守妇道，被押入官府。臣知错都在他，然则臣却与他有不可分割之亲情。是以，臣确曾疏通关系，使他不致在其中受苦，亦曾说服他夫家撤诉。之后，开封府忽然不理苦主撤诉之情，要再审此案，臣亦只当是主审官对案情有疑，未曾提出抗辩。至于夏属相所言之再审结果，臣亦是此时才知。那么你生女所供认的与你不伦之事，及你侵占她家产之事，可有话说？陛下，臣方才说了，臣对生女犹如亲女一般。至于臣所言是否属实，自当请有司按律法审理。构陷！这完全是恶意的构陷。欧阳修忠君爱国、进谏恳切，早就被奸党怀恨在心啊！官家，清白。若欧阳修私德端正，怎会饮酒侠妓，留下这许多艳词来？可任官之处，每每与当地割据的行手交好。唉，先不提道生之事是否属实，如今欧阳修一曲望江南，已成了当今东京城内酒楼食肆最当红的唱词。
而名扬天下的欧阳学士猥亵年幼生女的艳事，也成了说书人最中意的故事，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哼！贾相公，你竟在大殿之上，官家面前说出无论是否属实，孙思杰又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张氏诬陷呢？乱伦与否，当时两人一人说有，一人说无，如何证明清白？一个朝廷命官不能自证清白，还有为生女打点狱卒、劝其夫撤诉的实证。这在百姓心里，就是坏了官员名声，坏了世风。燕相公，燕相公，燕相公，永叔当年2次落马，却在燕相公主持省事的时候被选为头名。燕相公必是爱他才华抱负，永叔亦以燕相公为老师。如今永叔遭难，燕相公怎可不救？燕相公，夏悚大奸，素与朝堂君子为敌。永叔所遭构陷，7、8与其相关。而那个贾昌朝，那个懦弱小人，道生一案尚在审理之中，未能结案。若革职己见，唇枪舌战，殊无异议啊！道生一案审了10余日，被告欧阳修始终坚称绝无此事。而张氏供词反反复复，含糊其辞，几次证词之中有颇多矛盾，到最后只是痛哭。如今整理所有证供，并不能定乱伦之罪。然而朝堂之上，群臣已经无异于审理结果。两方引经据典，口诛笔伐，个个义正言辞。这辨不清的私德之士，正好守着他们各自的立场，理直气壮地互相攻击下去。不能定罪，又无法彻底澄清，这个审理结果并不能让任何一方服气呀。然而此事不了，朝堂不宁，怕是要再起党争之祸。臣以为，不如暂派欧阳修出京任职。先生不替欧阳修辩解吗？此案已结，所有证供都已呈上。朝堂上争了这许多日，所有能辩的，官家都也听到了。臣再无独到之见。有一事尚未宣布。八皇叔已薨逝，最迟3、5日之后便要发丧了。八皇叔临终之前，痛斥先生为人油滑，对君不忠，对人不诚。八皇叔的遗奏，在发丧之后便就压不住了，所有朝臣便都可得知八大王对先生的耻斥。臣以为，不如暂派欧阳修出京任职。
你看燕相可显得多么沉痛。然而谁又不知，八大王始终恨他当年明知官家生母何人，却与吕夷简等人一同欺瞒。去世之前，心心念念的就想让官家革掉他这个欺君的奸臣。我原本深佩他的学识，也敬他，为朝廷提拔了范希文、欧阳永叔，还有傅彦国那些才华横溢的耿直之臣。谁曾想，他竟然是个软骨头！他们名为赈灾，或巡抚边事，实则被贬出朝堂，中断手中事务，停止新政。他身为在职，竟然一言不发，明哲保身。明哲保身都罢了，你可是他上书调欧阳永叔出京，不就是因为永叔上书劝解官家不可过度提拔张毅太后一族？他迎合官家，主动落井下石。你我若再不上书弹劾，又与他何异？欧阳修出京，这几日的弹劾奏章如雪片般飞来。孙府蔡襄尤其激愤，不止骂夏怂指责朕，更将晏先生说成奸诈之徒，盛赞八大王临终之前尽了忠言。这忠诚二字，真是罢了。等最新来以红之事传出，他们便会忘了欧阳修，举朝上下便不会争了，只会一起进谏，劝朕选宗室子入宫。官家，这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朕当真不想见到先生再来以此劝朕。生母事，他劝服朕不见亲娘；朕要亲征，他只斥朕无子。晏殊圆滑，晏殊圆滑吗？这是谁死了？这么大的排场！这是八大王啊！重病时，官家接入宫中，让医官诊治照料，当然排场大了。蔡襄的奏疏，孙府的奏疏，这个卞先生当还记得。吴越峥嵘，昆山出狱，四民浩渺，丽水生金。这是臣为张毅太后所写的神道碑文稿。晏殊此文用词端理，寓意深刻，既赞誉了两位太后，又为明言官家身世，比喻甚是巧妙。然而此文独缺一样，缺了止与诚。臣明知官家生母何人，却未曾在此时说出对官家有所欺瞒，实为不忠。先生为何不辩解？臣确实并非耿介之人，若换了范仲淹、欧阳修，此神道碑文必不会如此。
是朕选择先生来写。当年的事，朕有没有坏了脑子？他们不明所以，以为先生欺瞒朕，直到大娘娘故去，朕方知道真相。然而朕怎么会不明白？先生若无赤子之心，怎会在朕尚是少年时，便为了朕力抗大娘娘？又怎会冒着朕狂怒之险，戳朕无子之痛，阻朕亲政？先生，你还是出京吧。以工部尚书至颍州。谢官家宽待老臣。先生这是在讥刺朕。官家合乎心意，老臣怎会不知？颍州附属，且官学私学都远不及南京、东京。新政才容虽缓，而讲经学、开明制却可继续。这是千秋万代之大业呀！欧阳修未必懂得先生为何会上一封奏章调他出京，而先生从来懂得朕。其实不止这些。我的儿子，不，是大宋的皇嗣。你们未来的君王，他走了。燕相公，燕相公，今日之事，下官真是为燕相公不平啊！哪有将多年前的往事翻出来弹劾人的道理？我看这就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11年前的神道碑文，当时不见有人耿直，今天却成了弹劾宰相奸邪的证据，这真是……我看是借题发挥应届朋党而报私仇。这帮人不忿复辟欧阳修被贬出京，却找不到燕相错处，竟然挖出多年前太后的神道碑文来诛心，沽名钓誉，无耻之至。复辟赈灾是官家用忠诚能臣去救济安抚灾民。这是官家的仁慈之心。我上书欧阳修外调河东协助复辟，正是体会了官家的爱民之心。何来贬字？何来私仇啊？这米羹是在小厨房做的，用了5种谷米。加了吐蕃进的枸杞，还换了一片桂花糖进去。这是小的时候得病，我娘常用的方子。
说是能益气温补，官家尝尝。接好。让露丝把方子抄下来，给福宁殿送去。不必了，他们弄不好。怡凤阁的米羹，朕以后就到怡凤阁来吃。朕以后隔天就来这里用早膳。官家国事繁忙，不必担心臣妾。真的，弟弟以后常来和我们一起用早膳。弟弟，你知道吗？姐姐时常亲自跟我喝。我去给官家拿做的梅子尝尝。我会常来，常常过来。我一直觉得怡凤阁是最温暖的地方，在这里，我只用享受，不用烦心。但我得先去做难的，再对付烦的。实在太累了，才会放任自己来这里。我从来没想过，这美满有一天也会变得有了条口子，再也补不上了。我已经浪费了太多与你们母子三人在一起的时光。我舍不得再浪费与你们母女二人在一起的时光了。看一看啊，全部都是新鲜的蔬菜。来，客官，来我这儿看看。哎，新鲜的蔬菜啊！来，客官，来点儿。韩先生，燕相公只带小七一个去瀛州啊？小七淘气得很，我不在府中，他便能变着花样哄了祖母母亲，还气走先生，只能将他带在身边，自己教他。跟安伯先上船去。是。燕相公一定觉得小七天资过人，才不舍得假手于人，要亲自教他。我是偏爱小七，倒不为他能有什么出息。他不爱读什么巾帼之名的文章，习习六艺，尤爱乐府，有些奇妙心思，偶得一二佳句。现在越发觉得，至大的福气，也不过日日瞧他在我身边活泼自在。太夫人和嫂夫人在京中，若有何麻烦，便我和小七先行，他们将京中的宅子卖了，打点妥当。二郎、三郎自会护着他们的祖母、母亲和小妹，回临川老家去了。将京中的宅子卖了，这是何必啊？二郎、三郎在京中已做官，复必又是官家倚重之臣。他们是他们，我是不会再回京中了。燕相意气用事了。官家此次以10余年前的旧事为罪名罢相，以此事上书弹劾的蔡孙二位，不过是泄一时之愤，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官家当真纳谏。官家的心思虽猜不透，但这许多年来，官家最信任倚重之人，便是您啊。
官家哪里有人可以倚仗？自古君王皆是孤家寡人，岂是你我又能倚仗谁呢？若说倚仗，官家你我和这所有的人，倚仗的不过是江山稳固，天下平安。娘娘，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，冯娘子发动就在这2、3日了。胎位很好，冯娘子的身体底子也不错，若无意外，当能母子平安。怎么了？秋和氏问太医给娘娘把脉没有？我上回不是已经看过了吗？没事了。我叫他来是问问冯娘子状况如何，还有八公主。八公主生下来便体弱，现在越发不好了，太医吞吞吐吐的。张娘子现在请和尚来日日诵经，但愿能求来八公主平安。娘娘怎么只惦记着别人？娘娘自己的身子说是好了，夜里却咳嗽不断，总要让太医再看看才能放心呢。若冯娘子能生个皇子，我就能放心了。官家唯一的皇子夭折了，一旦捂不住传出去，渣子立刻便会雪片般飞来，全是劝谏官家过继宗室子。他唯一的儿子没了，那些大臣却只是忧愁国无储君，他就连为了丧子而悲伤的权利也没有。还有八公主，这2年，前朝裁撤冗官，整肃贪腐，推行新政，虽颇见成绩，然而暗流汹涌，怨恨者亦多。而宫中夭折了唯一的皇子和3位小公主，诛心之说动摇人心也都罢了，官家自己心中得有多心疼啊！官家怨娘娘心中只有社稷江山，中宫责任。其实，那是因为娘娘知道，官家跟大宋江山根本就是一体。官家把娘娘的心占满了，社稷江山便种在了娘娘心里。燕相，其心中着实惶然，不知何去何从。新政大臣，如今只剩你一人还在中书了。3容易得缓解，利益受损者多方挑起怨恨，官家未得各方平衡，会暂缓乃至暂停，以修正其中不当之处。其都明白，其并非坚持新政，但是官家身边如今已被假昌朝夏宋之流占满，忠贤远离，而邪佞伴君。欧阳永叔这样倦狂的，范希文这样刚直的，不能常伴君侧，不足惧。而燕相从来都是以大局为先，权衡利弊，官家竟然……小七，莫玩得太疯，掉到河里去了。到岭州，我要宣抚水。官家和百姓要的都是江山稳固，天下平安。官家他能忍正臣在身边，实施你的心意，是为此；他能忍庸碌甚至奸邪之臣暂居身侧，也是如此。这贵，
其实我做官，从未想过名垂青史。之前种种抗上力争，只是身在其位躲避不开。我老了，为官这些年来，总算的是问心无愧。先生，是要教我咏梅词吗？先生讲过，像河东梅，并称花中君子，以韵胜群芳，耳语后和，雪中梅为最。好词原是天赐予，今日臣不与殿下说文解韵，只踏雪闻香。再采几枝好梅，及一坛花上雪，回去让厨房新雪煮茶，烤一炉梅花馅的酥饼。梅花馅酥饼？那朕的母亲呢？10月怀胎，却未能得朕一次跪拜的母亲呢？先生，先生回来了。看一看啊，钱不要钱啊！张先生，今日怎么得空来酒楼？哦，楼上请。我出来办事，需要包一些小菜点心回去。你这生意还好？最初有朝廷拨的3000脚件的辅助垫了底子，加上这2年又太平，总算是还清了老东家欠的酒税。给先生备的雅间在2楼，往外能鸟瞰整个东京城，往内听曲儿看舞都是最佳。我投了钱，你给我分了利就是。我来的也是极少，倒也不必单独给我留一间屋，耽搁你做生意。给先生留的雅间，往来的客人都知道，也没有歹人敢找我的麻烦了。拿我当福，辟邪。先生楼上请。张先生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张先生，这小哑巴是干娘从周桥市场捡回来的，捡的时候又病又饿，偷包子被伙计打，干娘看他可怜就捡回来了，
其实挺勤快的，就是胆子小，看见生人就吓成这样。你快下去吧，这张单子呢交给后厨，让他们赶紧准备，然后让德顺再送些新鲜果子和羊羔酒过来。哎呀，这小哑巴，你是什么时候捡回来？